歡迎大家收睇 WFL 黃福聯閱讀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劉俊熙 Haley。我係劉景琪 Louis。喺呢個閱讀頻道，我哋會邀請唔同科目嘅老師或者同學，同我哋分享好睇嘅圖書，幫助同學養成閱讀嘅好習慣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開始今集嘅內容啦！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。呢本圖書嘅書名叫做《我們的節日：畫給孩子的中國傳統節日》。鄧主任就嚟2月咯，知唔知道嚟緊係乜嘢節日啊？我知啊，係春節，即係農曆新年。冇錯啦，春節咧亦都即係我哋嘅農曆新年，我哋又會叫佢做過年。原來咧已經有4000幾年嘅歷史噶啦。係由農曆嘅正月初1開始，一直到正月嘅15先叫做過完年啊！咁你又有冇聽過關於過年嘅故事啊？我有聽過啊，傳說咧好耐之前有一隻咧叫做年嘅怪獸，每到年30晚呢隻年咧就會嚟到村落嗰度襲擊啲村民，甚至咧會食人添啊！所以喺呢一日，大家都會聚集埋一齊，匿喺深山裏邊，希望可以咧渡過呢個年關。後嚟大家發現啦，原來年呢隻怪獸怕3樣嘢，分別就係紅色、火光同埋會爆炸嘅聲響。於是每逢年30晚，家家戶戶就會掛上紅色嘅燈籠，貼上紅色嘅對聯，仲會咧放爆竹添，希望咧就可以以此去嚇走年。到咗夜晚，大家咧仲會燈火通明守歲嘅。去到年初1嘅一大朝早，大家就會到訪去親友嗰度問好，一齊咧去慶祝可以逃過呢個年嘅危害。呢個風俗咧代代相傳，就成咗我哋而家一個咁重要嘅傳統節日啦。咁我哋知道咧，原來農曆新年係同年獸有關啊。咁你又知唔知農曆新年有啲乜嘢傳統嘅習俗啊？我知啊，第一項咧，大家成日都會做嘅就係貼春聯。春聯咧就係即係依家嘅揮春。其實春聯咧又稱為對聯，因為咧佢成日都會係一對一對，即係兩句兩句咁樣出現。以前嘅人咧會親自去寫呢啲嘅春聯，佢哋咧就會用書寫好工整嘅字體啦，同埋咧就會寫成一對一對嘅句子，希望咧就可以抒發一啲美好嘅祝願。除此之外，大家咧仲會貼一個福字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貼福字嘅時候係會倒轉咗嚟貼呢？俾大家諗下3秒鐘時間，點解我哋要咁做呢？3、2、1，冇錯啦！原來咧我哋將個福字倒轉嚟貼咧，就寓意福到咁解，希望呢一啲好運就會嚟啦。原來除咗貼春聯同埋貼福字，我哋喺過年嘅時候咧，亦都會放鞭炮。雖然而家香港唔可以放鞭炮，但係古代嘅人咧係會用一啲嘅竹節掉咗入去火裏面燒，等佢咧不斷發出噼啪噼啪嘅聲響，將年獸咧去嚇走，亦都稱之為爆竹。我哋新年嘅時候咧，除咗會放爆竹啦，我哋仲會咧去親友屋企拜年噶。原來我哋咧會喺初1去到初5拜年，過咗初5，我哋會叫佢做拜晚年。不過咧都有新拜年15不晚嘅講法。原來喺古代嘅時候，我哋咧會去到拜訪親友，祝賀咧彼此佢冇被年獸去食咗，所以咧就會稱之為拜年啦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咁大家咧喺春節農曆新年又會食啲乜嘢賀年食物呢？相信咧大家都會成日都有機會食到以下嘅2項啦。第一項咧就係年糕咯。原來年糕咧我哋就會取其諧音，寓意咧萬事如意年年糕，或者咧家長希望小朋友食咗年糕咧就會年年長高。除此以外咧，有啲人咧都會中意喺春節嘅時候食餃子。咁大家仔細望下咧，餃子嘅形狀咧就好似元寶嘅，咁食咗佢咧就希望可以財源滾滾來啦。今日咧，大家認識咗好多關於春節嘅傳統習俗咯。
係啊，簡老師，如果我仲想認識多啲中國嘅其他傳統節日，可以點做啊？冇錯啦，你咧就可以去到圖書館去借呢本嘅圖書。呢本書嘅書名叫做《我們的節日：畫給孩子的中國傳統節日》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日閱讀頻道嘅圖書呢？我就覺得好有趣啦。哥哥，咁就啱啦。等我約你今日小息去學校圖書館借書啦。好啊，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拜拜。